各位兄姐大家平安，真欢喜，搁伫主日来当搁相见，来到主的面头前，咱要同齐伫遮来敬拜上帝吼。这天气吼变来变去，有阵时寒到啊，今仔个天气足好诶吼。好，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真感谢你，你呼召阮，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阮这是上大的福气。伫阮人生所要行的路，敢若是亲像天气，有时好天，有时落雨，总是主。无论是好天落雨，还是悲伤欢喜，主你拢甲阮三个同行。主，阮感谢你。伫主日，阮阁会当来到你面头前，阮要用真实心来敬拜主你。愿天父上帝帮助阮，对伫今仔日张牧师要甲阮分享你宝贵的话，会当成做阮的脚步会当稳固，互阮无着踏，互阮伫阮人生所要行的，阮能当因为主你会听满满伫阮的内面，阮逐时逐刻。阮拢活伫主你的恩典中，主阮对伫安尼，阮要来伫你面头前献上感谢。阮今仔日阮所有的服侍，拢恳求天父上帝你圣神来运行伫阮的中间。互阮无论服侍，还是阮坐伫阮的座位的，还是伫线顶的，阮拢同心来敬拜主你，将阮的所有一切拢献伫你面头前。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主你平安。咱即摆开始来拖练咱的诗歌。首先，咱来看新献诗174首。我信无真理的神。咱请司琴甲咱弹一解。第一节是我信无真理的神，求你引导我内面，叫醒我心目道理，会化明白圣旨意。第二节，我信无疼痛的神，求你引导我内面。心思验火除罪孽，心思有诶变圣洁。好，第三节来，我心无平安的神，求你引导我内面。世前搅扰心未坚，这你是会得安宁。第四节，我心无权能的神，求你引导我内面。头前路暂未会知，靠你进前免受害。第六节，我心无欢喜的神，求你引导我内面，水点山岗甲旷野，到永远阿罗感谢。好，来，这些曲子吼，真短吼，真紧的唱了，所以咱全部5节全部拢来唱一解。好，来，我们能从第1节开始，来，请。我因无见你的心，求你引导我内面，救起我心马道理，愿我明白圣旨。第2节，我因无疼痛的心，求你引导我内面，修书验会度罪孽，心思有的变圣洁。第3节，我因无变难的心，求你引导我内面，世间漂亮心未坚，
第4节。因无挂念的心，求你引领我来明。路前路走不太在，可你今天免受害。来第6节。来，想要一句阿门爱唱哦，来，最后一句来，阿门。嘿，好来，咱唱得真好，来继续来看163首，咱另外一首，跳弹圣贤往欢迎你。好，那请苏琴跟咱多一解吼。那可能在座的兄弟姊妹，可能对这首已经唱过这个解吼。不过这首的中间有一个那个连接线的音，可能那个歌词歌词跟那个音也可能对不啥会调，因为它那个切分蛮多的。所以呢，那这首吼那个也再看看吧，来练习一下。那真正我们礼拜再唱可以再快一点。好，那伊的歌词是听堂圣贤咱欢迎你，听堂圣贤咱欢迎你。第1节是愿你圣会运行伫咱，当咱办下一切，办下一切，地上所爱，心相手，心切切脚步，听堂圣贤，听堂圣贤，听堂圣贤，欢迎你来。所以前后其实是一样，是中间的歌词较拍那个比较难对。好，来听，来从头来开始啊！听他圣贤我欢迎你，听他圣贤我欢迎你，愿你圣会温言最暖，当那帮的地在地球酸，心所处是切切脚步，听他圣贤，听他圣贤，听他圣贤，欢迎你来。好，那请苏琴继续哈，那个还没，等一下哦，那个我讲一下，那个中间的所在吼，歌词会记哩哦，伊有一个挂了，所以有3拍，稍微等一下，好，稍微等拍子一下。好，那今麦来看第2节，直接看第2节吼，就是愿你显明奇妙人在，将你心意教导，你见囝里阮顺探，军队里引带。天堂圣贤，天堂圣贤，好，那我们直接从第2节，可不可以？从第2节直接唱好不好？还没有，从第2节。好，来前面，前面先从头。欢迎你，天堂圣贤啊，欢迎你。好，来第2节。哇，你的名奇妙。将你心意教导，艰难这里，我顺他过对你闯，听他信心，听他信心，听他信心，欢迎你来。好，依然是请事情继续哈。那今麦来看第3节，第3节是愿你旨意大力实现，今日实现，伫咱亲像宣传听堂恩典。好，来继续，
咱讲吼完全无保留吼。好，一样，我们第3节再来试一次哈。好，来从头来了，2、3，来从头来。吊打星星乱花泥泞，吊打星星乱花泥泞。好，第3站。我的距离定的是美，来来一直辗转，让它稳定。万春风，那流着那条星星，掉到星星，掉到星星。咱这首唱到真好，大家拢那个唱到真好吼。好，咱继续来看啊，咱的乐圣诗是306首。我的心你着学落主。好，我们请诗琴哈来帮我们弹一次。这是一个2部轮唱，所以如果会众们想要加入和声的话。如果你觉得你是男高音或是女低音的话，你也在唱下面那个声部。那你觉得你是女高音就唱上面，或是男生也可以唱上面哈。那我们主要就是唱上面的声部哈。如果你喜欢唱和音的话，欢迎你跟我们加下面的声部一起加进来。好，我的心你着学落主，着学落主言跟姓名。我的心你唔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行。学落我主，我的心你着学落主，学落我主，我的心你着学落主。好，然后这首是6拍子哈，当然我们不用一直数6拍子，2大拍会比较容易唱哈。好，来，来请来，我的心你着学落主。主言跟性命，我的心里唔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好，来，主我主，我的心里着落主。来小等者吼，伊一个中间有一个延长记号吼，所以可能有2届，可能第一次稍微延长一下下，最后延长多一点，可能我们就是唱一个延长记号，中间稍微穿开一个啊，所以这时候我们请诗琴那个地方给我们延长记号稍微等一下下，好，来，那个来一个来请来，我的心里就落主，落主也感谢。我的心里唔通袂记，一切好事说。等一下，吸气。咱再来一届，来再次来唱。我的心里就落主，落主言感谢命。我的心里唔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来停一下，吸气。哦，对，很好，继续。
那西瓜团练到这。对，那这首等下咱礼拜全是2次就好了哈，我们刚是练习哈。好，那今嘛准备先来敬拜上帝。地甲其中所充满的世界，甲点伫伊中间的拢属耶和华。伊将地建立伫海的顶面，安置伫大水的顶面。之水画像耶和华的山，之水画徛伫伊圣的所在，就是手清气、心清洁、存心无误虚假、咒抓无肯奸鬼的人。这号人要得到耶和华赐福，国对救伊的上帝得到义。这是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306首，我的心你着俄罗主，我的心你着俄罗主，着俄罗主永光性命。我的心你毋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行。俄罗我主，我的心你着俄罗主。俄罗我主，我的心你着俄罗主。这首诗咱唱2遍，请咱起立。我的心里着俄罗主，着俄罗主永光性命。我的心里毋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行。心里毋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行。哦，我主，我的心里着
请坐。这是咱三甲来读《使徒圣经》，《使徒圣经》伫咧周报的第7页，嘛会使看 PowerPoint 啦吼。咱三甲来读，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永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56篇。也是约翰福音第1章，伫咧圣诗的后壁面，启应文第56篇，显着咱三甲来启应。创世以前就道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遐会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液。道成做人，踮伫咱中间。阮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无人捌看见上帝。这是咱国内三甲人圣诗，圣诗第163首，听堂圣神，愿欢迎你。圣诗163首，听堂圣神，愿欢迎你；听堂圣神，愿欢迎你。用你圣火运行伫阮，打阮放下一切地上所爱，伸双手，心切切渴慕。听堂圣神，听堂圣神，听堂圣神，欢迎你来。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圣神，愿欢迎你；听谈圣神，愿欢迎你。愿你圣话运行伫阮，但愿放下一切对上所爱，存相亲。切切渴慕，听谈圣神，听谈圣神，听
听谈诚实，欢迎你来。听谈诚实，愿欢迎你。听谈诚实，愿欢迎你。愿你生命奇妙临在。将你心意教导，你正行日，愿顺他，滚地临床，听谈诚实，听谈诚实，听谈诚实，欢迎你来。欢迎你，听谈诚实，愿欢迎你。愿你至今日是好，伫你心中听谈稳定，愿合好，完全无保留，听谈诚实，听谈诚实，听谈诚实，欢迎你来。请坐。进行请咱三甲额头，闭眼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今仔日你自接阮正兄弟姊妹，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求你即时安静阮的心，互你的神进入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主啊，阮拢是属基督的精兵，着甲基督合一，一齐来跑走天路。为着要得到你的赏赐，主啊，阮感谢你。经历3年久的疫情，造成全球全世界的惊吓，但是感谢主，有你的带领甲保守。虽望阮的生活有小可的改变，但是阮拢行过迄死荫的山谷。阮为着这来感谢你，主啊！有时因为阮人会自我骄傲，对到规个世界造成真侪灾害。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土耳其、叙利亚的地震造成的结果，欧美各地的天气变化，地球暖化，各地农作物的欠收，造成即马物价暴涨。主爱听阮的天父上帝，阮要恳求你，恳求你赦免阮人类的败坏甲污秽。主啊，你赐予阮人的自由意志，阮却认为会使照阮的意思来改变这个世界，过着肉体的生活，忽略主你才是一切掌权的。求你怜悯阮，赦免阮。今阮教会柯牧师到万丰教会来主持圣礼典，求主你保守牧师出入的脚步。我嘛感谢张牧师今仔来到文山教会来传讲圣经的真理。伊要过一摆来提醒阮，拢是刚信的兄弟姊妹，着甲基督合一，为主的真理来跑走。
今日教会内底，若是有主内兄姐，因为有代志袂当来聚会，也求主甲因同在。阮教会内底身体有欠咱有破病，也求主你医治来看顾。阮将今日聚会为头到尾，拢恭敬交代伫主你的手中。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收赐阮平安。阿门。这是咱三教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使徒行传》第1章第4节到第5节。好，我来读圣经《使徒行传》第1章第4节。伊甲因自执的时，命令因讲：毋通离开耶路撒冷，着听候爸所应允的，就是恁捌对我听见的。因为约翰用水惊洗礼，独恁，阁无几日，要伫圣神受洗。第8节，独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搁伫耶路撒冷、遍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读圣经到这，这是咱请圣歌队来献诗，因要唱的诗歌是《光明极美丽》。
这是咱请张牧师来讲道，伊今日题目是圣神的工课。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日要甲大家做来想这个题目：圣神是咱快乐的来源。圣神在圣经内底真多，咱读圣经时阵拢会看到圣神。毋过咱一常若讲到圣神，大家就想到灵恩，对无？灵恩无一定是圣神，会知无？有时是个人的观念，迄个感觉啊，是讲个人的经历，无一定是圣神的工作。我捌有一遍倒到伫参加一个聚会，一个姊妹见啊开始祈祷，伊就安尼，我讲你是安那？伊讲圣神，圣神。我当然无啥一定清楚，因为我是长老会牧师，我已经退休啊。迄当阵，我开始咧追求圣神，我就问迄个聚会讲员，讲伊安尼是安怎？伊讲吼，迄叫习惯性，毋是圣神。伊讲，你问伊看会当停无？若袂当停，就毋是啊。连阮拢有真侪奇怪怪诶代志。我有一遍去参加一个聚会，迄个请迄个聚会迄个同工引出来讲，请大家只是安静，来默想。会后壁一个姊妹，敢若开始用方言滴滴答答伫讲话，我才挡袂牢，因为全场敢若伊在讲方言，我当话对伊讲讲咱的主持人请咱安静，请你莫用方言讲迄个祈祷，伊无爱插我。我当个活心，搁甲讲第二摆，讲请你安静好无？伊讲圣神来，我袂当停。我讲你即摆毋是停啊？你即摆毋是停啊？我毋是要讲遐灵魂无好，才会记我家己拢经历过。咱重新来想，对圣经，我今日无要讲道，我无要讲道，我有圣经家己来讲道，所以我会列足侪圣经关于圣神的工作。圣经若有安尼列，你都爱相信对无？对毋对啦？对啊，圣经安怎讲，你都安怎相信哦，会使无？若圣经安怎讲，你安怎信，就安怎去行，对无？你莫讲莫甲我关哦，因为我会哪讲哪大声，因为我会听到家己的声我若听无家己的声，我就我用莫讲用手指好啦，好无？给我一只手指，莫讲，因为我这介麻烦。所以我想今仔日要甲大家对圣经来看，咱说以后若拄着什么灵魂的情形，咱嘛对圣经来查验，会使无？用圣经查验上简单。我定下咧问遐人讲，有圣经根据无？圣经甲安尼讲，若无，迄是伊家己的经历，我无一定爱信，对无？是毋是安尼啦？嘿啊，咱有长老的牧师嘛伫遐讲，阮教会有一个姊妹来伊是先知佫是保罗的灵。降低身上，我讲圣经敢有这个故事？有啊无啦？我无呢，你是长老的牧师，你阁相信这？你圣经读较久啊，你读假呢？我当我甲伊念者，甲伊骂。毋是安尼，咱对圣经来看，圣经若安尼讲，咱就安怎做，安尼知无？圣经若安尼讲，咱就安怎做。我以前是无爱吸这灵魂的啦。我对我后来新人毕业了我去德国读册，转来了到迄个台湾教会已经迄当阵已经1990年32年前对无？迄咱教会台湾的教会开始有圣神的工作开始显出来。我拢甲会友讲莫去迄款的，迄款的伤情绪啦，咱的圣诗才是圣诗，迄款的。敬拜赞美，毋是圣诗，嘛毋是礼拜，迄莫甲插来要紧啦。你知无？这是我迄当阵伫德国读册，
因为咱长老教会迄个神学吼，拢是真理性的喎，拢是真理性的。我嘛是真理性，我阁是读机械，所以我嘛真理性。后来去德国读册了，阁较理性。后来阁去以色列读册，我都无法度理性，我有圣神去蒙着。在以色列咯，在耶路撒冷，一个美国的长老教会，圣神开始临到我。我才发现讲，原来圣经讲的是真的。我重新用圣经的话，咱长老教会一个好处就是圣经真熟悉，对无？对无啦？有无啦？什么故事你嘛知哦？请会记哦。你一定要用圣经去查验。后来我对开始看圣经时，拢无共款。所以我今日要用圣经的话尔，我无要讲道。圣经家己讲话 ，OK？ 圣经上帝话，咱做来祈祷。主，阮的上帝，伫你面前，我献上阮的感谢。主，求你帮助我，会当谦卑家己。我要看到你，毋是阮家己的经验。我要看到你的话，阮就要照你的话来行。愿圣神伫阮心中来感动阮、引导阮，阮每一人所领受的，甲阮生命配合，阮所经历的、领受的，会当照你的圣经来行。所阮所经历的、所领受的。超过阮人会当讲的话，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头拄咱读这段圣经哦，咱已经足清楚。OK， 耶稣甲学生讲，因为上天以前，伊甲伊学生讲，毋通离开耶路撒冷哦，就听候我所应允的，就是我所讲过，约翰讲说的是用水洗的，总是无偌久你要接受。圣神的洗，什么是圣神的洗？圣经后来就出现了。圣神临到以前，因就甲咱无共款。特别重要紧的，圣神临到你身上，你要得到气力。迄个气力，要伫，互恁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真做我的见证人哦。咱华本该翻做真做我的见证，咱毋是要做耶稣的见证，你是耶稣的见证人。耶稣的见证人，甲耶稣的见证有共款无？讲耶稣的故事，甲讲你是耶稣的见证人有共款无啦？无共啦，咱有人已经确诊过无？有无举手？确诊过，拢毋敢举手，你看。你想你住文山住遐尼好呢？无啦，拢共款啦。你确诊过，有人甲你报一寡秘方无？有无？伊有讲我食过嘛真好，对无？对啊。伊就是迄个秘方的见证人，咱听有无？见证人就是你经历到啊，你敢讲啊，才叫见证人哦。咱有做过真久的主日老师有无？有无？有无啦？你拢做过主日老师啊？咱拢在讲主日迄个圣经故事对无？你是见证耶稣尔。当你讲圣经所讲的，我拢经历到，这就是见证人哦。你是讲别人的代志，还是讲你的故事？我想圣神就是要帮助咱，互咱经历这以后，对人讲话就人讲你谁要信耶稣，因为我经历到，迄秘方我食到啊，我好啊，了解无？所以你嘛爱食，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的经历，这见证人毋是咧讲一个故事哦。所以咱看圣神伫耶稣身上所做的什么工作？第一，伊降世做人时阵，都是圣神的工作。玛利亚拄着天使长，天使甲讲：你要生一个囡仔。伊讲：我袂出家，哪有这个代志啊？天使甲讲：圣神临到你时阵，至悬的能力要指引你，你所生的要生的，要成做上帝的囝。所以耶稣的降世是圣神的工作，第一个，是毋是啦？是哦，咱会当学无？袂当。咱袂当学啊！这是一个真特殊的奥妙吼，咱无法度学啦，咱无法度安尼做。耶稣圣神第一个工作，互伊降世；第二，伊受洗甲圣神充满。路加福音第3章21节到22节，4章第1节也安尼讲：正百姓受洗了，就是行洗了约吼，甲因洗礼了。耶稣嘛去受洗礼哦。当咧祈祷时阵，天就开啊！吼，圣神降临伫时上，亲像井啊，佮有声对天顶来讲：你是我所听见，我欢喜你。我相信这句话对耶稣真大改变，因为圣神临到伊。第
第4章第1节伊讲，耶稣就圣神充满，对约旦河转来。耶稣有圣神充满，所以耶稣需要圣神无？需要。这样记哦，耶稣需要圣神，因为出世了就完全做完全的人。了解吼？伊放弃天顶上帝独生囝的权柄、荣耀甲能力，正做甲人完全共款。所以咱看，耶稣完全倚靠圣神在工作。耶稣出世了，第一句话讲啥？哈，你毋知哦？你敢毋知？哇！伊敢会讲哈利路亚？袂啦，伊嘛是哇安尼尔。伊甲咱完全共款。阿母爱甲饲奶无？哎，伊敢会讲免，我有天顶的奶。袂使，伊甲人拢完全共款。吼，人要甲抬，要甲迄落，伊都爱走，本来就是安尼啊。所以倚靠圣神，伊互圣神充满，一直到伊国外上天转来了，伊才阁得到全迄落上帝独生圣诞的权柄、快乐甲荣耀，甲伊的国外的肉体合作伙。迄当阵才是100%的人甲上帝合一，了解吼？这真要紧哦，伊还袂等于以前拢完全的人，拢完全的人。所以耶稣过活了，伊有肉体无？有哦。伊煮早顿互伊的学生食着无？嘿啊，食落会怎落去涂骹无？袂，表示伊会当食物件。保罗讲，咱有一天咱过活了，伫上帝啊，嘛是领受即款的肉体，属天的肉体，安尼好无？吼，毋是阿飘飞来飞去尔，吼，毋是，咱有真正的肉体，迄是保罗所讲属天的肉体。第3，耶稣接受撒旦的试探，嘛是共款。路加福音第1章第4节，耶稣有圣神充满，对约旦河转来，圣神将伊带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毋是家己去，若无圣神，因怎伊嘛袂去，因为圣神知要互定心思考，上帝交托伊的使命。OK， 第4项，伊满有圣神开了。路加福音第4章14节，耶稣满有圣神开了。登到加利利，伊的名声传遍迄个所在。耶稣满有圣神开来，满有圣神开来，就是伊行到底吼，鬼就显明出来。所以有个人在怀疑讲奇怪，啊，阮本来遮都无鬼，啊，那你来倒鬼？了解吼？毋是你来倒鬼啦，是耶稣圣神甲耶稣同在，来到这个所在时，鬼挡袂牢。咱看吼，伊挡袂牢，伊都爱显明出来，耶稣会当赶鬼啊。OK， 伊满有圣神开来。第5项，伊教导真理，吼。路加福音第4章第15节，耶稣是逐个会堂教示人，众人拢学落伊啊，因为伊所教示的，吼，甲人无共款，亲像真正权柄的人，无亲像因的计学书。啥哪有法度？因为圣神甲同在，因为圣神甲同在。这点我给伊真大的经历。我过去用神学在看圣经啊，了解吼？用注解书在看圣经啊。后来我家己经历圣神了，我对圣经的认识啊，超过我以前神学所教，超过我在台湾神学院、德国神学院、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神学院所读的拢超越。迄款的领受，毋是你会当领受的。毋是家己会当努力的，是圣神的启示。所以咱读圣经时，才会记。你等下甲主讲，主啊，叫你教示我。今日我读这圣经，你要对我讲什么话？吼，毋是进度搞起来就会使，吼。安尼今日读到这，进度有够，哈，进度有够，啊，一年啊来领奖品对无？毋是安尼哦，读圣经毋是要安尼尔，读圣经是主耶稣要对你讲话，主耶稣要对你讲话，所以你爱读出声。等于耶稣对你讲话，了解吼？毋好点点看，毋好安尼看尔，爱读出来。因为耶稣要照你的嘴对你讲话。迄当阵，上帝的真理就要入伫你心内。伊的医治赶鬼，共款。路加福音第5章17节，耶稣教示人，有法利赛人甲经学书伫边仔坐咧，因是对加利利甲
同乡社、搁犹太、搁耶路撒冷来，主的能力甲耶稣同在，会当医治病人。毋是耶稣家己会当医治病人会记哦，是伊倚靠圣神的气力来医治，对无？是哦，这拢圣经话哦。过来，伊赶鬼咧，耶稣会赶鬼咧。耶稣讲我靠上帝神赶鬼，我靠圣神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所以耶稣是我靠圣神，所有服侍拢总我靠圣神。所以耶稣爱咱甲伊共款，我靠圣神来服侍。约翰第14章12节、16节，伊安尼讲：我实在甲恁讲，我所做信我的人嘛要做，而且做比这更较大的事，因为我要去爸遐，我要要求爸就赏赐恁另外一位保惠师，互伊永远甲恁同在。耶稣要离开啊，伊讲：你来听候，我要求爸赏赐伫我身上的圣神，共款要赏赐伫恁身上。OK， 咱才有法度做耶稣爱咱做的代志，知道吧？耶稣爱咱做，咱若要学耶稣是无可能，咱爱学耶稣，我靠圣神做代志。我爱学耶稣，我靠圣神服侍。OK， 会使无？这真要紧哦。咱毋是要学习基督，做一个小基督、小耶稣，毋是。我咧做兵时阵吼，我咧迄个内务柜，恁知内务柜嘛吼，拢囥一本圣经咧，迄违反的，违反规则的咋？我囥咧讲做啊，即摆若我甲偷囥咧吼，若是互收起我嘛甘愿啦，吼，我放假再过来买一本安尼吼，反正要囥就对啦。啊，拢照细本啊，阮囥喺身躯诶早咧，啊，要困时阵就甲囥喺，要有时爱出操袂使用时，我都甲囥喺。砍起我面镜啊，砍起来。有一天，我呢，迄个班长我来讲，张思聪，你怎么违反内务规则？我有吗？你怎么放了一本圣经？伊讲，我就甲伊讲啊，我就是神学生啊，我当读神学在做兵，我甲伊讲，我神学生啊，我都爱读圣经，我逐工拢爱读圣经啊，伊讲真的、哦，我讲对啊，我每天都要读圣经，好。不要跟别人讲，讲莫叫莫甲别人讲，冇人看到。我从迄本的圣经都囥喺啊，咧迄个训练中心嘛，我做宪兵啊，宪兵训练中心做严格啊，已经互我囥咧，上帝开恩典。后来迄个班长哦，足介意我，对我足好，拢叫我耶稣，拢叫我毋是耶稣啊，我是人啊，耶稣，伊拢甲我叫耶稣。耶稣，走，我们去查哨。拢叫我去查，甲伊做去查哨呢。半暝后叫我甲伊去查哨。啊，白天叫做补税，对吼？头前教者白叫补税。上帝互咱伫伊正人面前得到恩典，阿免。这就是上帝。当你欢喜照上帝话来行时，上帝会照伊的话应允，互你伊所应允的。所以我哋啊，就是安尼。咱毋是要学。做一个完美耶稣无可能，会记吼？你要学一个完美耶稣是无可能的，因为耶稣讲无可能完美，只有上帝是完美的。OK， 所以咱学耶稣，我靠圣神，咱就有法度做耶稣爱咱做代志。咱是无可能做，只有圣神会当互咱做。当圣神降临的时阵，就会得到气力。所以圣神将在咱身上将气力，迄个气力对内对外拢显明出来。OK。所以，咱所听看到，讲圣神的说，就是圣神临到你时阵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在你外表显明出来，方言啊，也是迄落啊。第二种就是内在改变你的生命。圣神的工作两种，这就是圣神的说。所以后来耶稣上天了，伊爱学生去传福音。结果因倚靠圣神，所以使徒行传你来看，拢总完全是在讲圣神的工作。你若甲圣神的工作拢摕掉，就剩地名甲人名，剩了拢无啊。拢总是圣神的工作，因你都会开始对这个所在，耶路撒冷有无？这个所在耶路撒冷讲有无？
这个所在，哈，耶路撒冷，这在耶路撒冷。对耶路撒冷这个开始，因讲圣经讲，因爱去犹太地、撒玛利亚，然后哈，后来去到大马色，大马色就是即摆叙利亚，大马士革，然后传去倒位非洲，非洲埃提阿伯，埃提阿伯叫做伊索比亚，睇下吼，迄个伊索比亚太监领洗礼了后，怎啊规个国家拢变做基督教国家？因真正是犹太教的国家。迄个太监是去耶路撒冷学习摩西五经 ，OK， 学习旧约的圣经。后来要转去时，腓力拄着伊家洗礼的记无？有无啦？有吼，你捌去以色列无？捌啦捌。啊，趁会行爱紧去做吼。去遐看耶稣甲学生所行过脚者，迄拢是真诶，圣经是真诶。我伫以色列读册3年半，我发现我伫遐是因为经历圣神，圣经对我来讲变作活诶。圣经对我来讲变作活诶，变作上帝对我讲话。然后传去到塞浦路斯吼，基比路，然后传去到安提阿就遐就开始发展一个宣教中心就出来，开始派宣教士，保罗就是伫遐受派出去，然后传去到罗底加哥罗西，哥罗西，然后传去到以弗所，然后传去到特罗亚，特罗亚就要过迄个普斯普鲁斯海峡，迄边就是欧洲啊，然后传去到菲律宾，保罗伊讲伊看着异象，有无？会记无？圣神甲伊讲，来帮助我，所以迄个人。伊迄保罗就过去菲律宾，然后对遐去雅典，然后去哥林多，然后去帖撒罗尼迦，你捌去遐过无？捌无啦？毋捌，爱去做好无？安怎讲？趁会行来去做，会使无啦？趁会行来去做，台南耶路撒冷，咱教会会友办的，因拢有伫办这，去到迄个保罗的脚下，然后后来最后传去到罗马。对到地极啊！迄当阵的世界，怎会记啊？迄当世界无台湾啦，无啥物美洲啦，拢都无。世界就是罗马帝国，知影吼？地极就是罗马城。因传到遐有无？有啊。先讲，拢是圣神的工作，毋是人。拢圣神咧带，圣神允准你去，圣神无准你去，会记啊吼？保罗要去对，圣神讲毋通去，伊就无去啊。圣经讲倒等，就倒等。讲爱困就爱困，对无？对无啦？困者毋知看到异象啊，走一个做梦啊，对无？所以上帝爱你困，你都爱困，对无？对无啦？对啊，爱好啊困啊，莫一直滑手机，无爱困，毋好做这个代志。应该困都爱困，因为上帝拢有话要甲你讲。OK， 老人会做预防无？会啦。咱做梦是好，老人做梦是好，你知无？咱老人做梦是好诶。你讲啥物叫咱老人？我70啊啦，我70岁啊啦，安怎？你莫相信你，我满70啊。好，第二，咱要来看圣神伫基督徒身上诶工作，互人相信耶稣基督。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来讲，若毋是互圣神感动，无人会讲耶稣是主诶。所以咱有第一代信徒无？第一代信徒讲耶稣讲嘛？第一代信徒，你想讲你信耶稣是啥物人甲你带？毋是啦，圣神来感动诶哦。无你哪会信？对毋对？违反咱传统啊！咱哪有可能信？因为圣神甲你心转过来，所以改变人诶心是上帝，是圣神诶工作，毋是咱人会当做。爱传无？爱传时阵，上帝甲伊改变，上帝借咱诶喙改变你诶心，所以互人相信耶稣基督是圣神诶工作。互人圣是互人知罪，知罪悔改。约翰福音16章第70到第8节，伊讲：我若无去，保惠师就袂到恁这个所在来；我若去，伊就找伊来。伊既然来，就要互世间人为了罪、为了义、为了审判，家己责备家己，看到家己的问题。所以恁咧，咱咧礼拜时圣神有啉到无？恁哪知？恁哪知啦？圣经有讲，有啦。诗篇第22篇第3节讲一句话哦，足简单来讲，耶和华是圣的，用以色列的恶路做伊的宝座啦。
耶和华是圣的，用以色列俄罗作为宝座，咱是毋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是毋是啦？因为信耶稣就真做有权柄，真做上帝囝儿，对毋对？咱今日有读这段圣经哦，咱信耶稣有权柄，真做上帝囝儿哦。所以咱是属灵以色列人，对毋对？所以咱来俄罗斯宝座有啉到无？有啊，无啦？有啦，你有看到无？无，毋过你会知，圣经有讲，免安尼金死死，免倒落。圣经讲就准算啊，这是咱的信心，了解无？毋是靠感觉，我若无感觉，无麻麻，无烧烧，无要紧，不要紧，然后，迄拢不要紧，因为圣经安尼讲。所以上帝宝座临到，你爱讲啥物？哈利路亚！你该死啊！你哈利路亚！个阿门。以赛亚第6章，以赛亚的灵和上帝提到天顶，去遐看到上帝宝座，伊看到边仔遐天使，哈尼济天使，遐话圣在，圣在，圣在，迄声是震动天地，哈尼大，伊哈尼吓着，吓一个顶个，咱吓着，你知无？安尼，吼，惊一道啊！你毋知捌拄过5万人做迄个话无？5万人去迄个足球场哦，我咧德国时去参加看迄足球场，5万人伫遐画，迄是会甲你心安尼震动，你知道？我相信以赛亚嘛是看经历即款，伊无对遐天使讲圣在，伊讲安那？哈？我有知啊，我会死啊，我该死啊！祸灾啊，是安怎祸灾？因为我喙无清气啊。啥物是喙无清气？就是讲白贼啦，讲不应该讲的话啦。遐尼用伟大的先知，伊阁安尼敢承认讲，伊原来伊的话，伊的喙有讲不应该讲的话。这第一个罪啊，伊看到该死啊。伊讲阁有第二个罪，我定定听人伫遐讲闲仔话啦。所以讲闲仔话有罪无？甲隔壁人讲的，讲闲仔话有罪哦。你别讲我罔讲的，我是安尼，无疼心的承受。我讲的真的无毋对，毋过无疼心吗？无疼心等于是，敢若迄个法官咧审判，你知无？迄著论断啦，论断敢若审判，你讲的无毋对啦，毋过你无疼心嘛？啥物叫有疼心？如果我若感觉你有做毋对，我去甲伊讲，我问你会当帮助伊，我甲伊无熟，安尼有算论断无？无，因为我听伊，我毋望伊改变，所以我毋望另外一个人会当去来帮助，这都毋是论断，对无？毋是讲闲话。我若无法度帮助你，你阁甲我讲，表示你讲闲话对无？对无啦？讲闲话有做无？有啊，所以人来甲你讲闲话，你安怎甲因？撒旦退去对无？无啦，免安尼严重，免安尼严重，免安尼严重。你来甲伊讲吼，安尼。你甲我讲是毋是要互伊得到帮助改变？你讲伊若讲是，吼，咱做伙来甲讲。无要紧，我陪你去。你毋敢讲，我甲伊讲，安尼知无？吼，是安尼啊。毋通只讲撒旦对去。伊若无爱甲你去，讲无啊，我免啦，我毋敢去。我条表示伊无要解决代志。你讲好啊，安尼免阁讲啊，咱讲别项啊，吼，咱讲 COVID-19 就好，讲武汉肺炎就使，免讲啊伤济。剩下免讲。你听闲话有做啊，所以。本来是无代志，伊看到圣上帝宝座，还圣嘅宝座临到时，伊忽然看见家己嘅罪啊。所以敬拜时阵，咱是俄罗上帝，第一首拢俄罗的歌对无？第一首拢俄罗诗歌，你莫袂记哦。你俄罗时宝座临到无？有，因为圣经安尼讲，你看袂到已经临到，你爱讲啥？我有知啊。求圣神提醒我，有需要啥物改变的无？有需要啥物悔改的无？这就是真正的敬拜啊！无你只坐1点钟结束转去尔，无代志啊。转去过来嫌讲，牧师讲了无好，这个故事无好笑。啊，我听18届啊，毋是啦，你的悔改是圣神要提醒你悔改，你就是活转来上帝啊，转向神。
悔改就是活转来上帝这边，离开你的道路，活转来上帝啊，亲近上帝就是敬拜，会知无？所以咱咧吟诗中间，求圣神提醒咱，有啥物需要改变无？我欢喜改变，这就是真正敬拜。这个做礼拜，毋是咧坐礼拜，你看，做礼拜跟做礼拜不一样，对吧？一个是做着礼拜，一个是在心内咧做，心内咧叮当，doing， 毋是 sitting， 毋是坐啊听，毋是。圣神要互咱甲上帝开始结连来改变，这就是圣神第二个工作。圣神第三个工作，对人基督徒身上，互人活出真理。约翰第16章13、11安尼讲，只有听候圣神的真理的圣神来，伊要引带你进入一切真理。咱和本该翻译做明白，这是毋对的。原文无动词明白哦，原文进入嘛毋是动词，是一个介系词 ，get into。要引带咱入伫真理内底，要引带咱入伫真理内底，表示你做会出来无？会，圣神帮助咱活出真理。大家吼，圣神帮助咱活出真理。咱了书经的人，你书经时，你心有入去无？有无啦？有无啦？有无啦？有啦，你心若无入，你要安怎弹对无？会记哦，你已经入伫迄音乐内底啊。咱的指挥在指挥时，虽然恁唱4步，毋过心拢伫诗歌内底。了解吼，开始互诗歌家叮当。伊若无感情，你指挥会出来无？袂啊，有时感情讲好啊啦，搁再放炮。有时嘛出来，伊拢知影，我差无半拍咧，伊就听出来啊。因为心伫内底，了解啊？伊的生命伫内底，圣神引带咱活伫真理内底，迄个真理变做咱的生命一部分。吼，你弹琴时敢着爱想足济话，想足济，免啦，弹者就出来，对无啦？对无咧？因为你脑内都有旋律啊，你敢着讲后一字要字倒起？你若安尼想就袂赴啊！迄变做伊的手，变做伊的生命一部分，了解吼？正道变做伊生命，伊破甲伊的生命合作一个，真理就是安尼。圣神引带咱，和咱的生命所活出的所有观念，拢甲圣经真理合作一个。这圣神互咱活出真理，毋是明白真理哦。咱若有家己查圣经的吼，到约翰16章13节啊，迄个明白该微调进入。真的，那是进入圣神要引带咱活伫真理内面。第4项，圣神更新咱的活命。提多书第3章第50到第61安尼讲，伊照着定心的死，甲圣神的更新会记吼，是圣神的更新。圣神就是上帝照着耶稣基督伫咱的救主大灌压伫咱身上的，这就是圣神的工作，改变咱的生命。更新就是你悔改时就是改变啦，你看吼，更新就是改变啦，大改变，结出圣神的轨迹。路加福音加拉太第5章20到23节，伊安尼讲，圣神所结的轨迹就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慈、良善、信实、温柔、甲尊赞。这是圣神的工作，毋是你的。你莫甲主讲，主啊，我要学忍耐，毋免。当你活伫圣经真理内面，自然人就会看出你有忍耐。迄是圣神结出的轨迹，毋是你家己结的，会知无？你讲主啊，我要学习疼心，你出去了，主就训练你有疼心无？吼，互你马上拄着无法度发挥疼心的人。啊，主啊，我要学忍耐，互你转去你就拄着忍袂掉的代志，互你学忍耐。毋是安尼啦，毋是安尼啦，迄是咱所人看出来。有一工人有咧甲讲，某人啊，7月节7月到，你拢袂惊？你啥拢袂惊？啥拢袂惊啦？因为我信耶稣啊！原来哦，无怪我看拢袂惊，原来你是基督徒，信耶稣的。迄别人看出来哦，毋是你显明出来，我有忍耐，
有欢喜，no， 是圣神结出的果子，真做耶稣的见证人。圣神临到，咱要真做见证人。我要甲人讲的是，写耶稣伫我心中所做的代志。原来安尼哦，那像你安尼，信耶稣亲像你安尼吼，我就安那，要信，还是讲我早捌信，安尼毋对啊。咱做耶稣的见证，原来恁基督徒人遮尔好，了解说吼，互人看见耶稣的形象在咱心中显明出来，真做耶稣的见证人，显明圣神的快乐来服侍人。圣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7节也讲，圣神显明伫每一人心中，是互众人得到利益，所以迄是种快乐。你讲话变做有智慧的话，有真理的智慧的话，伊就得到帮助。迄毋是你，迄毋是你。有时咱会记，咱定了甲人讲话，咱咧优秀时，咱咧甲伊讲话一句话尔咯，伊怎改变有无？有即款的经验无啦？有啊，迄毋是你哦。毋是讲哎呦，我来遮甲讲话哦，毋是哦，毋好学了家己哦。感谢主，你通过我，互这人虽然还袂信你，得到帮助。圣是显明伫咱心中，互众人得到利益。虽然还袂信主，会当得到利益无？会啦，会啦，吼！这一切拢是就是圣神照家己决定，已经互每一个人啊。圣经讲，互每一个人，阮华本改翻做，这一切就这位圣灵照己意，随己意分给众人的，分给个人，随己意，毋是随己意哦。我们的意思说，已经照伊决定，互每一个人，已经互每一个人。所以你内底有圣神无？有无啦？所以你替人会使替人医病会治无？做医治的祈祷会使无啦？会啦，爱若好咧，感谢；若无好咧，继续祈祷。爱讲你祈祷若无好，你讲我毋是医生啊，是伊啊。歹看什么人？伊无好，你替人祈祷，伊若无好，歹看什么人啦？伊啦，毋是你啊。咱中央有医生无？有医生无？你若做医生的，咱中央有迄个做电脑用做个电脑对无？吼，阿亮对不对？阿亮甲我传遮电脑遮哦。伊做资讯的对无？伊若袂晓咧，我要求伊若无法度做会到，会变怎？伊歹看对无啦？因为迄本来伊爱做的。医生若无法度应该医的病人，迄是歹看。咱替人祈祷是上帝医治，是圣神医治，所以你爱放心替人祈祷，好无？伊若无好，你来讲主啊，你呢？我祈祷，我家祈祷咧无家吼，是你较歹看，我袂哦。我毋是医生啊，这就是咱定定基督徒吼卡掉咧啦。若祈祷无好要安怎？才毋敢祈祷对无？对无啦？祈祷是你的权柄哦，基督徒的权柄哦，医治是伊的决定哦，毋是你哦。所以咱替伊祈祷，然后大人拄着厝边阿婆啊，孤单的老人替用药咧酸，你甲伊换手祈祷会使无？会啦，阿婆你著甲祈祷，手甲换了。阿婆我甲你药，甲你祈祷，反正会好对无？嘿，若无好呢？你还讲，你有感觉烧烧无？讲有啊，嘿，安尼就是咧行啦。当然有烧烧啊，其实迄就是咧关心，了解无？遐孤单，家己独居老人就是需要人关心嘛，陪伴。你有时叫看者，当者果子啊，互伊甲伊换手祈祷，来欢喜，心灵的医治比身躯较要紧。上帝咧做代志，所以耶稣搁一遍，咱所读圣经，圣神灵甲恁特别领受快乐。传福音诚侪见证的，耶稣基督这英文伫圣经内底所看到，拢是真的。拢是会当经历，拢是会当经历。我迄阵是反对圣神，什么灵魂我绝对不爱。后来去到以色列，我去以色列第一摆去上课，坐落迄个教授教摩西五经一个女的教授，犹太人，是徛起来就讲，我各位同学，我甲恁讲，摩西五经毋是摩西写的，你要安怎信恁的代志？
你若上这个课，我要甲恁讲，摩西五经，摩西写的，我听着足欢喜的。哦，安尼即我来到遮对啊啦，够理性，我要学习啊，迄个神学。后来无拍算，我伫一个美国的浸信会，伊迄是注定圣神，我毋知影。去甲因为足活泼的，我感觉这足好的。我开始经历圣神，我本来毋知影。当咧吟遐敬拜俄罗斯歌时，伊拢用敬拜俄罗斯歌，因是国际教会，所以伊无用迄落浸信会传统的迄个仪式。我伫遐唱歌吟诗时，我开始流目屎。我奇怪，安奈安尼？安奈安尼？即款的歌我伫台湾都不爱唱的，咱来到遮吟咧，就咧流目屎，吟诗就流目屎。后来我就慢慢知影，迄圣神伫内底提醒我。提醒我足侪生命问题啊！提醒我足侪生命问题啊！因为我读神学读甲无上帝，你捌听过即句话无？读神学读甲无上帝，只有神学，家己就是上帝。决定，我家己决定，这圣经什么意思？毋是，我才发现足侪问题。我感觉圣神上大的信者改变你生命。互你看见家己毋对的所在，互你一大个改变，迄是纯然是圣神的工作，无人会当改，无人会当安尼做。我家己嘛无可能，我都已经认为这拢是对的，哪有可能改变家己，对无？无啊，只有圣神，互我知影，我经历着。后来我就知，看见真济家己生命的问题，我甲做祈祷，叫你写明我要改变，我要改变。开始有一遍人伫美国有人敲电话我朋友讲。阮妈妈即摆抑郁症，请你替伊祈祷好无？我讲好，我祈祷时阵看到异象。我讲哪即个代志？迄脑内底异象出现，我就用迄异象甲伊讲，伊讲林牧师，你替我妈妈祈祷，拢是真诶。你哪知？我讲迄是圣神诶工作，迄是圣神诶工作。我开始经历圣经所有诶，哥林多前书12章。所讲的圣神会开了显明的，我一项一项经历，一项一项经历，我才知影原来圣经讲的是真的，拢总是真的。后来甚至伫遐嘛替人祈祷，佮赶鬼。有时我咧带团，因为迄当阵迄个以色列做以色列迄个游览的迄个公司叫做耶路撒冷旅行社。5万我会当替伊带团啦，替遐做解说。结果呢，到一半时吼，有一个姊妹当发作起来，伊内底有鬼啊！我甲伊赶鬼，赶到半暝3点，赶袂出去啊！因为迄当时毋知影要怎赶鬼啊，甲奉耶稣名，甲我出去吼，我出去，结果无效，无效。后来才慢慢学习，原来爱安怎赶鬼，圣神家己引带。后来替人祈祷，伊变会好啊，嘿，一个迄个，后来转来台湾了，上帝爱我休困2冬，在2冬中间，我经历足侪圣神的工作。伫哥林多前书12章遐所讲，我拢经历着。有一遍，拄到一个迄个阿婆啊，吼，我讲恁腰疼，请你出来腰疼。我咧好尾长老教会，吼。来办异地的聚会，结果这阿婆啊，翘骨啊出来，讲我来，啊翘骨，我系啊系，变安怎？我马上甲做讲做啊，毋捌拄着即款代志呢，吼，敢若吼腰迄个啥物腰吼，安尼带一点仔祈祷还会使哦，什物翘骨会变安怎？迄当阵主甲我讲一句话，请因做，你免做，我讲哈真诶哦。讲后来大家手拍开，手若烧烧的拢出来，结果拢姊妹哦，足奇妙，因为阿婆啊嘛，姊妹拢出来，遐个姊妹就甲伊换手，甲祈祷，我当徛喺伊面前甲伊问，祈祷一段时间，我甲问阿婆啊，你即摆感觉哪？共款呢？祈祷，我做啊，大家祈祷，你遐拢手烧的啦，遐拢手足烧的，是。第二我甲问哦，阿婆啊，你感觉怎？伊怎？徛起讲，牧师你讲啥？徛起来啊！腰直起来呢，哇！我欢喜甲呢，感谢主，哪有这个代志？
迄阵我信心就来，讲恁中间有时间的，请举手，有时间的，有时间的无，请举手。你毋敢举手啦，哈，无彩啊，安尼过去啊，3秒钟无啊，无啦。有一个人就举手出来，举手出来，伊出来，伊讲牧师，我毋是有时间，我是乳癌开刀，手拢举袂起来，因为迄扭掉了嘛，迄无可能啊，手拢举袂起，佫会疼。我请遐姊妹继续甲伊换手祈祷，我怎甲伊手扶起来，那摇那停啊，怎规拢举起来，拢灵去啊！伊欢喜甲一直吼，一直吼，感谢主啊！我嘛逐个欢喜甲，吼，迄当迄边的迄个聚会是有够成功啊！后来我对好尾去转去台南，我开车要转去时阵，我开车时拢甲主讲，主啊，你坐好吼，你免安全带无要紧吼，你家己换好。我就甲主讲哦，主啊，今日聚会有够成功啊，多谢你。主甲我讲哦，我应该多谢你，毋是你多谢我。我听着主即句话，哦，主对咱讲，你脑内底哦。哦，你莫讲啊，你敢有听着？我若有听着，你嘛无一定听着，因为伊敢若对我讲，伊嘛敢若对你讲，了解吼？当你礼拜时阵，主讲你有问题爱改变，伊袂往安尼话甲你讲，一讲的大家拢知对无啦？对无啦？无人你爱改变，我你悔改，你有大家拢知要安做礼拜。伊敢若甲你讲俩，所以你的心在震动。主甲我讲一句话，是我爱多谢你，毋是你多谢我。我讲啊，主啊，感谢你，哇，你安尼多谢我，主甲我多谢呢，我目屎都一直流出来哦。我讲主啊，你谁人要甲我多谢？伊讲，因为这聚会是我的，毋是你的。啊，什么意思？啊？是主在带啦，是主在主互遐人得到医治，毋是我啦。敢有苏琴的甲迄个指挥讲多谢你，有无？是指挥甲苏琴讲多谢对无？对啊，了解什么？我是弹琴的呢，我毋是指挥的，毋是啦。迄当阵要安怎？目屎紧收倒转去，收着讲主啊，叫你赦免我，欠你的荣耀，夺你的荣耀，掠做我教。圣神拢在引带咱，拢在提醒咱，这拢我拢经历过。有一遍去台中替一个替我修理车的吼，一个长老，迄人伊是技术，替祈祷。台中长老教会替祈祷。伊讲伊的颔骨啊吼，震动卖狭窄啦，伊的血流量吼，流量敢若1/10尔，1/10。伊讲我额头吼面水乌去，因为血就定呀，就塌掉了。我证明倒边拢共款。医生甲伊讲哦，你开车绝对袂使我看后壁，看后壁你一定昏去，一定出事。伊讲是不定时炸弹，1/10尔，两边拢1/10。当时要塌去，拢毋知影。因太太足烦恼的，我讲我无法替伊祈祷，祈祷了，第一摆祈祷，主啊，求你互伊拍通伊的颈动脉，红眼说嘛，颈动脉扩张。结果一摆祈祷了，我讲你试看嘛，伊话头呢，都要倒来啊，真正随要倒来。当祈祷第3摆，袂啊，袂啊。我欢喜甲呢，我嘛倒咧阮代志啊。我车伊甲我保养好，我开出去，开无100公尺，我就大声吼甲，我无法度开车，我停喺边啊。我甲主讲一句话，讲主啊，我是啥物款的罪人？你竟然会当用我的手做遮尔奇妙的事，亲像圣经所记载共款，拢是你的，毋是我。听会记？莫看见家己啊！莫看见家己，咱不过是一个什么？杯仔尔定啦，啦，一个器皿尔，一个杯仔尔，趁机会啉一嘴。听会记哦？这张地上，这可以装什么？这样地上啦。搁当地啥？酒会使吼，搁当地啥？牛奶对吧？搁当地啥？果汁搁当地啥？
会当缀啥？拢会当缀啦，若囥的拢会当缀对无啦？在地你要安怎用对无？是毋是安尼？你当摕去迄落厨房的用无？会使。会当摕去册桌用会使。你当摕去会景仔做漱口杯无？会使。即个内底一定爱空的才有法度用对无？你爱空的才有法度用的，爱记哦。即若内底底满满就无法度用啊，无法度用别项啊，了解吼？所以咱诚做上帝所用的器具，一个杯啊，你爱空的。人讲你有啥物圣神的恩赐？无，我拢无。我是用圣神做器具来用的。照圣经讲的，照人的需要，互伊是上帝互伊的。伊需要医治，上帝用我这个器具将医治的气来临到你，你就会得到医治。你需要安慰，上帝通过我的嘴，互你安慰的话，了解吼？你需要鼓励，上帝通过我的嘴，互你得到鼓励。这内底应该空的，洗好清气就好，对不啦？洗好清气就会当做贵重的器具，安尼尔。咱拢是上帝器具，因为耶稣的保护一定清气啊。咱放空家己，互上帝来用，毋好替上帝决定，迄上帝用咱，所以拢是会当经历到。路加福音11章第13节，和本的圣经，咱做来读这句上尾来请。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咱无，因为咱无爱求。我读圣经时，我若读到遐人经历的，我就甲主讲一句话：主，我嘛要爱，会使无啦？会使无啦？会啊，那会袂使，会啦。主，我嘛要爱。我看遐见证，因拢听到上帝声音，我讲主，我嘛要听囡的声音，做遐人会当伊的，主，我嘛要甲伊共款。真的，我看到圣经，迄个保罗嘛，迄个彼得甲约翰去迄个圣殿敬拜了出来，甲一个人医治对毋对？甲一个人医治，遐足侪人的哦，拢伫遐去食拢拍便便，互人叫伊施舍。伊看到一个人，圣经讲伊认面甲伊看，然后去甲伊救起来。讲安那，金甲银我拢无，对无？伊当唱即条歌，金和银我都没有吼，做着教过拢知影。金甲银我拢无，我奉耶稣的名，互你起来行路。我随家祈祷，讲圣神，迄拢圣神咧传，互我读圣经。我随问耶稣，伊想咧甲目睭金面甲伊看。伊想咱目睭见面甲伊看，做甲我讲一句话，伊讲伊看到我甲伊救起来，毋是伊要做的哦。遐尔侪人敢若只有救伊一个人起来，是安怎？因为看到我做，伊就做啊。我甲随甲主讲一句话，我嘛要，会使无啦？你无爱求，不求，白不求，真的。伊要互你买，伊会决定对无？而我真正经历到一个开车。出车祸，脑干淤血3公分啊！嘿，医生讲不是植物人就死亡了。我去替祈祷，因某毋是迄个基督徒，拢甲因翁的迄个被子哦，摕去上皇爷收魂啦，因为昏迷嘛，佮要收魂转来。我带阮查某囝去啊，阮情无顺嘛做伙去，结果阮咧加护病房外口。我就先入去，入去替祈祷，做医治的祈祷，祈祷了出来。阮无顺就要内底家祈祷，我徛喺外口陪阮查某囝，阮查某囝咱七岁，伊徛咧我边啊，伫椅仔顶啊，七岁10岁迄尔。伊讲甲我拍肩个头，爸爸，我讲啥啦？我头头看到耶稣吼，甲爸爸替迄个哥哥祈祷，哈？看到伊替祈祷，我怎甲主讲？主这真系假？我讲你有确实？看到耶稣哟，用嘿啊！哎耶稣祈祷了，有带哥哥出去无？带哥哥出去啥意思？要带顶天个无啦，安就结束啊！无啦，会当加祈祷尔。我怎随家讲？随家某讲，阮查某囝看到阮的耶稣，甲恁要医治恁翁哦，会醒起来。你莫阁摕迄个伊的被子哦去收魂咯。
伊竟然甲我讲好，我带者讲，哎哟，医生讲2个结果，我加出3个结果，第3个就是伊会醒起来，无可能的代志啊！后来才真正出现，真正医生嘛拢无治疗，伊的血啊慢慢消去，迄是无可能的，伊血慢慢消去，慢慢消去，怎过3个月怎醒起来？主甲我讲，你爱，我互你经历着，因为我看人查某囝。我相信伊会当看到异象，伊袂甲我骗嘛，伊无需要甲我骗啊，对无？后来伊15岁时，我甲伊问讲，你会记个7岁时，你替人祈祷，迄个看到吼，爸爸替人祈祷，你看到耶稣？有啊，迄是卡通耶稣呢，卡通耶稣，我惊着要死，吼，迄当阵伊都无讲卡通耶稣，是安怎迄囡仔看到卡通耶稣？因为脑内底只有迄个卡通片的耶稣，了解吼？所以耶稣作为人物的迄个卡通耶稣出现，互伊知影迄个就是耶稣啦。伊若无看到迄卡通的耶稣吼，伊哪知影耶稣对无？伊就是一个，伊若讲一个长头毛穿白衫，伊掠做是另外一个医生啊，女的医生底下搞祈祷尔安尼尔嘛，了解吼？看后壁，伊一看就知影迄是卡通耶稣，就是耶稣，伊马上就确定迄耶稣。上帝互咱所读圣经对咱讲话啦，用咱的经验内底、脑内底物件对咱讲话啦。读圣经就是安尼，要甲上帝建立亲密关系。有一天伊对你讲话，你都拢听有啊。你的信仰啦，敢若卡通耶稣，伊嘛是会晓用卡通甲你讲。你的信仰是迄个，伊嘛用无共款的方式甲你讲，这拢是圣神的工作。所以爱求，一定互你学习，我个相信，咱的教会会兴起了未？会，咱替咱教会祈祷。咱的教会是这开业是足好的开业，对无啦？是不是学区？是不是好学区？对。耶稣讲一句话：我伫调外个羊诶，对无啦？我咧调我个羊呢，我要甲因带倒转来，送去带，送爱去带啦。所以每一个人，3人爱去带啦，我爱去带啦。甲隔壁讲，我爱去带。所以每一个人就大家甲你无关系，对无啦？是毋是啦？每一个人都是大家拢爱甲我无关系。你若讲我爱去带，上帝求你好调，我看到遮尔济。学生伫边啊，伫遐啰啰嗦，主啊，叫你找工人来。总是我伫遮，请你找我。上帝会做无？会啊，迄圣神咧带，咱个兴起是靠圣神，会记哦。靠圣神第一项，互咱悔改。主啊，叫你赦免我过去无注意，当我要重新改变，我的教会要重新来。咱教会偌久啊？几年啊？几年啊？什么100多，131年呢？咱来想，主啊，140年前，我要献什么礼物给你？我要献什么礼物给你？求圣神帮助咱，伫140周年结出一个大的果子，互上帝的名伫这个地区，通得到看最大。咱做来祈祷。感谢主你的听众，互阮经历你的话，帮助阮圣神，请你来引带阮，互阮会当活出你的话，活伫你的话内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咱三个来念圣诗第174首。我信慕真理的神。圣诗174首，我信慕真理的神，求你恩典我内面，
叫醒我心捌道理，益发明白性之意。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心无真理的心，求你应点我内面，叫醒我心捌道理，益发明白性之。我心无听贪的心，求你应点我内面，小事严下拄罪孽，心思有为变成假。我心无平安的心，求你应点我内面，洗净搅了心袂清，点你心会得安宁。我心无权能的心，求你应点我。头前路暂袂话在，可你真正免受害。我心无欢喜的心，求你应点我内面，水点山间甲旷野，到永远无路感谢。阿门。请坐。这时请大家闭眼心来奉献。
请坐。好，即时我要来做报告。伫咧报告的内先，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咱来读2遍吼。请，若是上帝有用圣神甲咱显明伊，因为圣神透体万事，甲上帝亲貌。哥林多前书2章10节。若是上帝有用圣神甲咱显明伊，因为圣神透体万事，甲上帝亲貌。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0节。好，下周的圣讲分担吼，领袖是潘美燕长老，司礼是赵一乐长老，司琴是苏云华姐妹，献诗是少年团契，司献是张文馨执事，林中和执事，交台是张玉芬执事，甲潘宣娥姐妹，音控施浩轩，甲周绿娟弟兄，讲告经理是柯牧师。来周的聚会内容，咱就家己来参考吼。请咱先到后壁面教会消息报告第1项，咱今仔真感谢张思聪牧师前来本会正道。张牧师捌任职伫台湾教会更新协会总干事，目前就是咧巡回啦教导这圣经相关的课程、讲道训练、个别的服侍，常常伫各教会新学院带领服侍团队的装备。甲生命更新意义的提升啦彰显圣神的大能。我伫咧遮嘛代表教会甲张牧师说多谢。柯牧师今仔是到万丰教会来主持圣礼典。第2项圣讲事奉表，请各团契会使开始来交即落下一季的聚会表，互即落行政干事以利圣讲事奉表的安排。迄期限是3月15号第3项中职会开会通知，今仔中昼12点半要伫咧地下室来召开中职会，请中职出席来参加。第4项洗礼进前的信仰课程日期是定伫咧3月12号甲26号时间是伫咧下晡1点到3点。欢迎教会也是兄弟有熟悉要备办洗礼、更新礼、慕道友来参加，请干事来索取即个表格来填写，写了交互牧师。第5项是亚活礼拜的报名就是咱本年度2023年亚活礼拜定伫咧4月15、16 2天2天。一暝宜兰亚活礼拜，会使到1楼柜台来报名填写资料若要纳钱会使找文宏长老文宏长老。好咱会使我简单来介绍这第9页伫咧招募内底有伫咧奉献证明的后壁面咱会使简单来看到。即届是2天咱已经足久无去外口来带一暝即届就是办2天到宜兰遮。好，咱内底内容啦拜六出发有到这新寮瀑布啦新寮瀑布就是新寮瀑布的水墙着水墙这瀑布我袂晓讲。好下晡咱会到罗东的这木材的这一个公园足水的足大间的足大的所在，会使去遐伫遐行暗时会到夜市搁暗顿拜六暗时咱住伫咧思亲儿营地啦即个所在我嘛无看过嘛毋知应该是一个真水，因为咱东港拢有去遐来看安尼。好过两天主日礼拜透早咱要去东山河，伫咧东山河生态绿洲遐来做亚活礼拜。下晡咱会去大溪遐敢若拄好迄船会转来啦，就是买一寡迄落新鲜的迄落鱼是讲海产安尼就转来安尼。一个人的费用是1500块若幼稚园以下无占位面床的就免钱安尼。大家会使
欢迎大家来报名吼。好，啊，其他的消息请这家己来参考。好，今敢有要介绍新来的朋友？好。哦，牧师娘，好，咱真欢迎吼，牧师娘，谢谢，好，以上。哦，这是咱来唱煞尾屏圣诗第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线，咱请周牧师祝祷，请咱起立。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受事大好，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诚实。心啊，你着学乐耶和华，凡人伫我内面的，拢着学乐伊的圣名。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甲引带，甲恁众人三甲一个，对即条到永世来无尽。阿门。